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公视台语台，去年正式来成立，推出着各种台语的节目，希望会当来进行母语的文化。到即卖开播满1周年了，公视台语台举办音乐会，特别邀请到台语的音乐人轮番来演唱，大家拢是无共的风格，大家做伙来传送着宝岛美丽母语。 青年乐队歹势少年伫台顶拢袂歹势，用摇滚的精神唱台湾歌。台下观众嘛对你唱，清一色拢是少年人。少年人讲台语、唱台语，嘛会使真实行。台语长时行，这嘛是咱要推动台语的这个用意。 台南府城是台湾历史上上早开发的都市，嘛是台语的重要根源。伫古都举办音乐会，加倍展现出母语文化的水。要展现的，就是上典雅，而且上水的这个台语。听着世代经典的台语歌曲，和台下5、6年级的朋友听甲如痴如醉，耳啊啪啪啪。所来府城歌王谢明佑，甲在地青年组成的面包车乐团继续演唱，展现台语音乐的多元样貌。 过来除了有客家台、原民台、台语嘛台语台，各界做伙打拼，宝岛语言的传承，即马长时行。